太高的人老婆偷干呢。医生，疫情都调来大了，都没当中，到时候去咋啦？搿日子么去咋啦？去那么多你咋弄了子？菜子多钱到啦？去咋？被子那过不去咋？只困难呢？我小一坨累，小坨干，累，当我都干了，啊，干就困了，我当我都困了，看得到这菜多嘛？Hello， 另外，我可以宽告，可以啊。don't know， 個考中 K 咯。啊？我要考中 K 咗你？警察，我半日仔數仔哦。哎呀，我下大教你考中 K 啦。我都下大我半日仔數仔。我半日到考中成多啦哈。到我考中 K 嚟啦哈。個睇下個半日仔。係我半日仔啦哈。我看到等咯，嗰人都知道哦。我下大個都自己拉連都知道我嘅，個就中到寬菜咯。我不該，我哪有太激動了？你太考中得了3個1模啦！我哪有太激動了？你太考中得了3個1模啦！米粉，個討厭這樣子類型的男生啊？我討厭說謊的男生，討厭說實話的男生，討厭lon道的男生，討厭自嗨路的男生，討厭粘人的男生。那弄麼就地來就地，啥在用煩多了哦。還麼討厭在呼吸的男生。我太難了。老鐵，最近我壓力很大。喂，啲老妞，我要到錄考車嘅，俾條警察我記，我要到他個。好，我到啊。幹哪？啊？我朋友打電話到考車不落坐過對啦，我冇聲就聲噶。我哋咁冇乜嘅仔，那談緊要錄整鬧數噶。嗱，依個我錄噶。寶貝，人家那糖好累了吧？啲老妞個多啊，唔知開心。咁我在某個都不理了嘛？你想問做個鳥，你想做個我呢？你想拿那都睇個鳥機？拿那國家呢？我真談就搞啊！寶貝啊，我還不想做個我機哈？不過或者都那不活得個是太娘了，啥精力不得啊？咁我這個自己看你下他跟周中沒一斗，這樣子都比你容，那比你娘高。可能你知道，肉里都在里頭誒，唔大個。老大手個下，但我畢竟他你生活不大凶，所以你找你的自身去傷害你了嘛，寶貝。啲老妞，你真的太娘高啊！能控制得住，我跳到高一我講再好了。可他你尿勁不大凶，可對尿脫檔了，難道佢只想做尿機嗎？寶貝啊，我冇說都想做個尿機啊。講冇真事噻，可以呢，我打電話搞搞。我嚟呢，我打搞。喂，個仔我咋？拜託離婚啊！離婚？你都知道我臭男人那個想離婚。只要個臭字臭的問題，要我只娘搞了，我做任何都能你尿，比個尿一樣比個肉，搞個已經妥當。啲老妞，拜託，都可以只離婚，
只想牙膏嘛。啊，我已经吃牙膏了，但扭都怎么用啊？那子没啥凶，我等讨个哈开馆子名字。觉得还远谱的话，自己烧东西嘛。好吧，既然个这一趟分开，你怎么样子办法？强扭的瓜不甜，传统感怎么沟通照顾好这些，知道了嘎。我那么简单，就可以冷了吗？何必打这种啊？哈哈哈哈哈！